嗱，依家講下基本功。咁啊，練武唔練功，道路係一場空。所以呢，我哋除咗打套路之外啊，仲要有啲比較基本嘅基本功。基本功裏邊呢，每一下套路嘅手法都係基本功，但係呢，步法啊，亦係轉馬，亦係基本功。嗱，我而家講下呢個轉馬嘅基本功啊，可以我哋一般嘅詠春馬係正馬，正馬可以轉左轉右啊，轉左轉正，轉右轉正。咁轉嘅過程當中呢，就唔係用腳尖去轉，腳尖唔離地，而係整隻腳板去轉。啊，轉咗之後，一樣係鉗住，鉗住呢個二字鉗羊馬，二字鉗羊馬，轉咗之後一樣鉗住，唔好將個腳咧向外八，咁冇力嘅，要鉗住啊。咁呢個可以我哋練習轉馬基本功，練習轉馬基本功可以加埋手落去練習啊。譬如講披踭啊，咁呢啲個套路裏邊都有噶啦啊，披踭啊，呢個啊嗱，呢個係轉馬。詠春拳佢喺打嘅過程當中咧係移動嘅，唔係光企喺度打嘅。咁呢個移動嘅步法亦加馬步。嗱，我依家講下前進步，前進馬直接將隻腳向前伸，伸咗之後重心一樣喺後腳，然後把腳尖向外揚一揚，向上向前以後重心喺後腳。呢個係進馬，進馬向前，正馬擦住個地，擦住地，亦可以退馬。退馬呢就係把隻腳向後退馬，退咗之後重心喺後腳，然後退馬。重心喺後腳，退馬，重心喺後腳，退馬，呢度退馬，退咗之後，亦一樣係鉗翻住，你隻腳唔好向外八，咪俾佢，咁又唔啱啊，係要咁，向後。呢個前進同埋退馬咁最好呢就係擦住地啦。但係我哋亦可以係唔擦地，因為當我哋碰到有啲坑坑氹氹或者石頭多嘅地方，你不可能就咁向前你就可以用移動步先向前移動半步。然後後腳跟上半步，再將個重心放喺後腳，再移上半步，後腳跟上半步，褪後亦係咁樣，咁呢個動作可以係做得快，可以做得快，做得快嘅時候呢，我哋。練習基本功嗰個步伐呢，除咗收埋光練腳進退
仲可以配合埋手。我哋配合手嘅時候咧，可以係用出拳啊，呢個譬如講轉馬練習轉馬啊，可以係打橫拳轉馬，然後直拳橫拳直拳橫拳直拳，呢度係抽拳咁練習轉馬原地轉馬。咁至於呢個上馬退馬，我哋可以結合埋蛇形手蛇形手就係詠春嘅基本手呢個林瑞文詠春裏邊嘅比較特有嘅蛇形手，佢就係充分運用腕嘅力蛇形好似條飯鏟頭咁咁我哋練習轉馬嘅時候用蛇形手配合再轉馬打幾遍，邊個角度得，進退自如亦可以用連環錘可以一下下打啦。光係咁已經係好大嘅殺傷力㗎可以向前詠春拳裏邊嘅拳係好主要嘅攻擊手，其中有一下連環拳，我哋要多啲練習。連環拳就係連環出拳，要打得好嘅話呢，要打得又勁有力剛勁有力。咁所以喺練習初期就唔好發力，唔好出盡身力，而係放輕佢。先學到個速度快，然後不斷加快速度，打到速度快，喺不斷練習嘅過程當中呢，嗰啲勁力就出啦，好似風車一樣。仲有嗰個馬步，我哋可以用圈手上，可以用連環拳上落步，可以用呢個標指都可以咁最好兩人練習前後步，為我哋黐手作個準備就係封手一方用你嘅擺正嘅指五位上邊封住對方嘅手使到對方冇辦法攻擊你嗱，譬如講我呢個封手封住佢然後壓住佢上步嗱，我打你，你唔起，你又俾我打啦嗱呢個嗱你打
封手，練習前後啊。咁啊，注意啦，我哋前後步都注意個重心放喺後邊，千祈唔能夠咁樣做，趟身。咁嘅話就唔對嘅，因為你一趟身嘅時候，你一趟身好容易俾我拉過嚟，你一趟身嘅時候，但係唔趟身咧，你拉我拉唔到，我趟身你好容易將我拉過嚟，我唔趟身嘅話咧，你好難嘅，你拉我，你一拉，我始終重心喺後邊。你又拉我唔到，所以注意重心喺後邊。你前也好，前邊。逼住對方，一路逼過去。逼過去就唔係個重心向前，始終喺後邊。呢啲都係基本功。詠春拳佢嘅馬步需要我哋有強大嘅腿力，因為通常嚟講，我哋喺進也好，退也好，其實大多數嘅時間都係用一隻腳去支撐整個身體，而騰出另一隻腳去作攻擊。咁嘅時候呢，要求我哋一隻腿有強大嘅支撐力。所以要練習基本功嘅時候，我哋可以用獨腳詠春，提起一隻腳，只用一隻腳支撐，然後呢，用一隻腳。呢個就係獨腳馬，金雞獨立獨腳馬。咁我哋要求可以用呢個獨腳去打一套小念頭，整套打上嚟。咁去練習左腳又可以，右腳可以。咁通過我哋能夠打到小念頭都打幾處嘅話呢，你嘅腿力就相當強大啦。有咗強大嘅腿力，你嘅馬就穩啦。踢亦係，詠春拳嘅腳呢，佢嘅特點就係起得好低，只係起嘅位置最高都係到落襠部，就冇呢啲咁高嘅腳出。詠春拳就最高就係，所以咧詠春拳嘅腳只有呢啲叫打上5寸下5寸，或者係踢關節呢個關節上5寸下5寸嘅位置，或者勾腳，或者係踢撐踢。咁所有呢啲起腳嘅時候，都係靠另外一隻腿支撐住。因此呢，練習獨腿個腿力係好重要嘅一個基本功，可以通過獨腳馬或者獨腳呢個打拳，甚至呢仲可以獨腳下蹲去練習腿力，呢個獨腳下蹲。用一隻腿把整個身體支撐起上嚟，企翻穩，經過反覆練習呢，你應該發現隻腿力會增強不少嘅。利用一筒筷子，我哋都可以練基本功。將一捆筷子將佢綁起上嚟，我哋平時可以將個筷子前後去擰，練習指力同埋腕力。你睇下扭到噼里啪啦。
練到嘅時候咧，可以將筷子啪聲成個扭斷啊！咁嘅時候，嗰個腕力咧就比較好啊，同埋指力揸住佢嗰個腕力。詠春拳呢係講求喺接觸對方嘅過程當中，運用你自己嘅知覺，亦即係觸覺感覺，去作出自然嘅招式反應。咁啊，一個純熟嘅詠春演練者，佢係通過不斷練習，獲得咗手裏邊嘅感覺嘅。咁手部嘅感覺係先通過我哋圈手取得嘅。嗱，我哋睇睇，我哋嘅圈手係一個循環嘅運動，兩隻手交叉相對。啊，我先演練一次。咁咧，我現在就係內翹手，佢就外翹手。嗱，當我亦可以調轉佢內翹。好，我今日講下我做內翹嘅，係咪？我隻手同佢大家係攤手相對，然後我割手落去，一割手落去嘅時候，想將佢隻手割飛，然後打落去所以我一割落去嘅時候咧，一割落去嘅時候，想話打落去咧，佢就追住啊，然後將我一圈壓住伏住我一割想打佢，佢伏住我嗱，我一割。可以用另外一隻手，咁注意喺呢個圈手嘅過程當中，大家隻手腕係互相黐住嘅，攞個感覺。另外咧就割嘅時候又好，追手又好，都注意個踭係歸住中間。你一割我嘅時候，我好細因為佢一割我可以打佢噶嘛，打佢即刻，佢馬上就服我所以不斷演練呢，就攞到個感覺出嚟啦。嗱，現在我哋呢個演練圈手調轉到佢就割，好，呢隻手我割手，到佢割手。仲有注意，當你割手向下割嘅時候，係利用發嘅右勁，好似一條鞭咁，所以好發揮嘅威力係好大嘅。當我練慣割手嘅時候，可以將佢嘅手唰一聲就打飛咗啦。所以雙圈手，
家攤住腰，雙圈手，到佢。我哋啲圈手裏邊呢，係可以化為進攻嘅。嗱，呢啲一圈手，佢一圈手嗱，一整雙圈手。仲有可以演練下蛇形手，你整啊！蛇形手嗱，尖橋，大家注意個踭，唔好飛，學習尖橋。可以直接就可以攻擊嘅，不斷尖橋，呢蛇形手亦係一種圈手。當練習到一定時候，佢有知覺啦，我哋可以閉目，把眼睛綁起上嚟，一樣知道對方嘅來勢，好嘛？合埋眼，咁喺基本功裏邊呢，仲有一種訓練方法，就係打蠟燭。咁啊，以前我聽人哋講過話，訓練掌或者拳嘅力度嘅時候，有一種叫做井底功，就係每天早上對住屋企嘅井，啲井深大概有1丈到，然後對住個井出掌去打，打到嗰啲掌風傳到落去井底，使到嗰啲井水啊起波紋。咁我睇嚟對呢種嘅功力啊，我睇唔知練幾耐先得，我亦未試過。但我可以利用另一種方法去克服訓練當中嘅呢個枯燥，就係打蠟燭。點燃2支蠟燭，你可以睇睇你嘅掌風達到嘅遠度係幾多。訓練嘅時候可以由近到遠，開始嘅時候近一啲打熄之後，再將個距離咧拉遠，睇睇能夠打幾遠。嗱，比如講我而家喺度，剛才嘅距離可能比較近。當我哋練習到一定嘅時候，想測試下自己嘅功力到邊度，可以將佢距離移遠一啲，再繼續練習。嗱，一次打熄一支啊！